进前呢，这中央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互换做5车件的图样。台北地检署查出讲是这用工涉案的工程师、涉案的主管，还有涉案的厂商，因为因是发起讲这用工的网站互中资介入，涉嫌利用这口座宽限，甲网页换做5车件。就算检方伫咧搜查了后呢，佫想要攻击网站。今仔日专案侦结啊，依照妨害电脑使用罪和背信罪嫌，对这3个人提起公诉。用讲首页互人偷换出现有反攻大陆日样的册的封面，也捌有5000支图案。专案大家一直议论，经过检方侦办了后，查出骇客源头竟然是用讲家己人，而是照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起诉用讲4个工程师、伊的4个组长，也有4个厂商，3人拢互人建请判重刑。检方批评涉案的用讲员工，敢若因为怀疑用讲官网有中资介入，都利用职权乌白三做扰乱网站运作，危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，佫引起两方紧张对立，危险甲危害性，毋是一般刑事案件会当比拼。被告等人犯罪情节严重损害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，建请法院就吴姓、岳姓被告分别量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及2年6月以上之刑。负责用讲官网维护4个工程师涉嫌利用系统小号权限，制作用讲负面消息的主网页，佫放填写码参数干扰官网信号，后边将点入去有问题的主网页。伫互检方搜查了后，伊佫涉嫌煽动官网，互日语版的网页出现简体中文。4个组长是记载伊乌白母，检察官嘛查到因佫开权限互外部厂商煽动官网移动电子记录，就连网站的原始填写码嘛，互对方造成外流。中央广播电台发声明，对招诉不法员工涉案，甚至勾结外部人员攻击，感觉真痛心遗憾。已经开除4个工程师，4个主管记一大局，造成的名声、财产受损，嘛会提起民事求偿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像验证啊、身份验证啊，还有一些相关多因素验证等等，我觉得这是可以做预防的。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内控，因为一旦网页被改变之后，有没有定期的，比如周会或是月会等等，来去检讨一些内控的一些机制，我觉得可能2个地方都要去进行。用讲的治安甲内控也伫即个事件引起质疑，有专家表示有强化的空间。用讲是回应未来看下治安基本业务的存储权限，会采分散授权、双重认证的原则，个定期审查考核，已经同步强化内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